个海角168这个乐团，好像是我们第2年的民谣节的时候才成立哦。那么当时呢是有几位不好意思，是年长的老人家在台上唱，但是我们看看经过了第2年、第3年之后， OK， 谢谢。已经有新血，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哦，野村本角的绕嘴哦，今年全国台湾原住民大奖，海村拿下河洛语跟原住民语的首奖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第二呢，这个是丹雷伊娜、丹雷瓜哈，我们恒春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，大家就有如璞玉一般哦，没有琢磨，然后我们看不出它的光芒。一经过我们恒春国际民谣音乐节的这个琢磨之后，我们丹仔杯铁村的伊娜真的是可以登上世界舞台的。我们再给我们海角168一个热情的掌声。而且